喂，先呢兩請神嘅請睇下中小河橄欖油，炒香啲洋葱，睇下喂透明咧有腥味就 OK 啊，頂美酒，係呢個美酒差唔多蒸花咧，切粒薯仔加出去，係啊喂嗰啲洋葱薯仔咧，取餅車就 OK 的，馬鈴薯取餅炒一下咧，熱水下去，一點點這個 oregano， 一點雞粉、鹽巴，還有黑胡椒，把它煮滾，滾了之後調小火咁樣微滾，然後水咧蓋過就 OK 啊，蓋上鍋子煮，20-25分鐘就 OK，薯仔腍就 OK，你們插一嚿咁樣吃一下啊，就知道很簡單的。然後呢，這一次呢，用這種貝殼類的意大利麵，蝸牛定貝殼係啊，就不要用麵或者中間烘很大個洞的。係啊，一坨東西也不好吃。哇，行香睇下咁樣吉一個，哇腍啊，搞掂。現在咧把2/3咧拔出來，水有點不夠，加多一點點嘅水，大概蓋過它們咧就咁樣，哇，很滑咁啊！你們沒有機咧，用呢個咁樣自己撈啦嚇，把它們倒回去，那個質地大概咁樣，完美啊！開個小火麵直接下去煮，我煮的時候咧嚼它一下，不然會黐底，然後煮到那些麵熟就 OK 啊。你們煮得中途太結咧，那麵又沒熟，就只加點熱水。喂，那些麵都熟了，加起司係用粗起司最好啊，最多鹽巴再調味啊，大量黑胡椒。煮完攞個靚碟。再加點黑胡椒啊，靚啲啊！還有一圈橄欖油啊！完美暈碳啊，碳暈之鬼啊！喂，吹到最後咧，咪有啲嗰啲汁嘅，拿個麵包美麵包用蘇打餅，澱粉之鬼啊！食一下，煮嚟大家看咁樣，飲汁。哇！